叫哈登还是韩王？不打扰他们了。我只是随便走走。我还是替你通报一声吧。哦，不用了。你姐姐的病好些了吗？好一点了。她真可怜。不，我觉得她现在一定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幸福？我走了。幸福？他是什么意思？他早就来了。我想通报，他还不让，说是就想看看你。可是他隔着门看了一眼以后，又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姐姐，他说的对吗？你真的幸福？他说的对。对，我真的很幸福，因为我有我爸心，我还能为他做一件任何人都不能做的事情。你要做什么？扶我起来，宗姐。姐姐，不行，快点扶我起来。那一年，韩的帐篷将诞生一位继承者。就在小王子要来到世上的那个晚上，附近山里的猎人碰见了比尘世间更美丽的神奇的鹿。日出之时，他们搜索了这些神奇动物出没过的山腰，在坚硬的岩石上发现了他们的足印。韩国的喇嘛们为韩进行了惊人的占卜。小王子要在他的一个膝盖骨上破相，而损其肉体上的完美。但在他人生最初的步伐竟如此的坚定，乃至其脚步踪迹深深地印在了坚硬的岩石上。从那儿，他第一个看见了太阳从东方的山脉边缘升起，这些岩石上的脚印以及神鹿的蹄印出现在他降生的那个前夜，至今可以看见。阿萨莱，你过来。你告诉额姐，这个故事好吗？哦，是真的吗？我膝盖骨上怎么没有呢？可是你的心灵是有缺陷的，你现在还小不明白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想改变它，妈妈。哦，那你就会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。那个地方非常远。阿萨莱，额吉可能是去不了了。如果你要去，就带上额吉的灵魂去，好吗？额吉想。阿萨莱，你哭了？为什么会流眼泪？妈妈说我是不是要走了？阿萨莱，你手里拿的是蒙古象棋吗？不是王。你哭了？那我要告诉你，王是不会轻易哭的。妈妈说，她好像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。是啊，图尔扈特人就要出远门了。过去我们游牧曾经走过千山万水，今天我们还要去跨越大山大河。来，打起精神来，来！哦，我可有好多故事要讲给你听啊！啊，有一天呢，你会成为图尔扈特人的汗的。那我将来会是一个像你一样的好汗王吗？图尔扈特的汗王要做出伟大的事业，就是一个好汗王。我能吗？要相信你自己。
你能？韩王，韩王，约纳斯托，带阿萨赖回去。是。韩王，贾安夫人造访了舍楞，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，但是2个小时以后，贾安夫人离开了舍楞的乌罗斯。我们图，汉有什么吩咐？他已经秘密地封锁了准格尔人的营地。我们图，只要准格尔人有任何异动，立即控制他们，并逮捕舍楞。是。韩王，您还是不想杀他？东归路上的损失，只有舍楞可以把它降低到最大的限度。是的，但是他也可能给韩国带来致命的灾难。我们要相信他，需要等待。是，韩王。殿下，不必着急点灯。谁？你应该知道我是谁。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您忘掉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监督官阁下。我忘了什么？不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要这个。这话，您还是等会圣彼得堡时去对女皇本人去说吧。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像女皇给你的信中说的那样，用你的魅力去征服我巴西，用感情去控制他，不让他做出任何背叛俄罗斯的越轨行为。不，我做不到。殿下，您要有信心，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。他的妻子病了，已经奄奄一息。在这种时候，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是最渴望女人的。别说了，这么做简直是太卑鄙了。卑鄙？宫廷本来就是肮脏的地方，这里只有麦克白夫人，没有罗密欧和朱丽叶。您知道陛下是怎么统治着波兰和瑞典吗？卑鄙！您知道有多少卑鄙的人，他们的名字用金子刻在纪念碑上吗？殿下，想想您伟大的姨妈吧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比您幸运多了。她在17岁上就嫁给了一个白痴和疯子，而您去征服的是一个骄傲的雄狮。何况，您还爱着她。公主殿下，我要向你表达由衷的感谢。你让阿萨赖给他重病的母亲带来巨大的安慰和喜悦。直到现在，他已经脱离了昏迷状态。我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。其实韩后的病情始终牵动着阿萨赖王子的心，这完全是儿子对母亲的感情。可我还是要感谢你，这不仅仅因为阿萨赖，主要是因为公主殿下你。是吗？我听出了某种暗示。你对我始终是个谜，这个谜底不会保留很长时间。我可以这样理解吗？那要等到这个谜再不能吸引人的时候。请您提出您的问题吧。出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可是我们需要的物资却迟迟不能到达，特别是枪支弹药。别克托夫省长曾经答应帮我们尽快解决这个问题，可到目前为止，
我们只收到一些粮食。我明白了。是的，保证托尔扈特汗国做好战争准备是我的职责。我知道怎么做才可以不辜负女王陛下对我的信任。尊敬的汗，请您放心，我马上前往阿斯特勒汗去面见贝克托夫省长阁下。谢谢你。索伯克，啊，汗，您还没有休息吗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刚才汗是和公主殿下在一起吗？怎么？寺院的洛桑丹增妈妈告诉我，说发现有一个神秘的黑衣人在和娜塔莉亚秘密的接触，这就证明了我们的猜测，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女皇特使，而娜塔莉亚到韩国来，也确实是负有秘密使命的。好吧，粮草辎重我可以尽力的弄一些，可是尊贵的汗，你们也应该有些实际的行动，比如要送的那些贵族子弟。我们正在挑选。您知道，这些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，对他们来说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那么，尊敬的公主殿下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也非常想听听您的意见。韩国的一切确实在按照陛下的要求在进行着，这一点请您相信。如果你不相信我巴西，您总该相信我吧。如果你能保证兵马的供应，我不会忘记向陛下报告你的功劳。哦，好的，汗。我想给您送去5万普特小麦和300普特黑色的火药，以及一些枪支。您看可以吗？谢谢阁下。哦，不必了。上次到我这里来过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我欢迎他再来。哦，尊敬的汗，这件事情请您帮我一定办到，好吗？明白了，我派他再来拜访您一次，仍照上次那样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就让他把粮食还有黑色火药押运回去，你看行吗？告辞了，省长大人。哦，对了，那300个孩子，我觉得你可以先送几个嘛，别死心眼儿。他在索要红利是吗，汗？汗，睡着了吗？刚睡着。别纳斯托，辛苦了。省长大人这次倒是很慷慨呀。可不是嘛，粮食火药是女皇的，我送去的绸缎珠宝进了她自己的腰包，为什么不慷慨啊？哈哈哈哈！别纳斯托，你去阿斯特拉罕这些日子，韩国出了很多事啊。是吗？出什么事了？瑟伯克太监，啊，我想请约纳斯图去喝酒。好啊，那你们去吧。好，走。你可真行啊！喝什么酒啊？准备好武器和行装。哎，上哪儿啊？快点吧啊！快点，干什么？哦，请坐。大人，这样不行啊，我的好大人，他们真的要造反，酝酿着要脱离女皇陛下的俄罗斯。
鬼迷心窍的要回到东方那个鬼地方。上帝呀，这是多么可怕的阴谋，多么可耻的背叛呢！娜塔莉亚公主殿下其实是被他们囚禁了起来，可惜她自己还被蒙在鼓里。大人，我这是冒着最大的危险来向您通报的。如果被沃巴西知道了，我就惨了。好啊，太好了。什么大人？哦，你还没走啊？我走，我在向您通报沃巴西的阴谋。好了，你不要在这里胡说了。如果说在图尔扈特有人搞阴谋，我认为那一定是您，我的夫人。您在说什么？您在诽谤沃巴西夫人，企图夺她的权，好让您那白痴儿子当汗。这些您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大人，这是冤枉，莫大的冤枉！沃巴西他……沃巴西怎么了？他现在已成为正式的图尔扈特汗了。不，这是不可能的！您不能做出这种愚蠢的决定。住口！你居然侮辱伟大的女皇陛下，难道你疯了吗？您都看见了，自从他到了韩国，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合常理，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了可能。现在，这个女皇安插在韩国的监督官，又为我们运来了脱离俄罗斯最急需的物资。是什么力量把这样一个奇迹送给了图尔扈特人？佐伯克，你从小就接受了俄罗斯人的教育，对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应该非常了解。你告诉我，娜塔莉亚究竟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人呢？韩，困惑也一直伴随着我。尽管我一再怀疑您对他的直觉，可是事实证明，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助了图尔扈特人。但愿这不是一个天大的陷阱。你怀疑他？不，在他的身上，我似乎失去了判断力。韩，我们毕竟不能把握所有的事情。也许我们可以相信他。军官们，听着，格雷高利给你们个忠告，我马上要肩负重要的使命，启程去觐见陛下本人了。而你们必须留在这里，继续看好这些图尔扈特人，不许酗酒，不许搞女人，不许到处乱跑睡懒觉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你，诸位，把我的命令重复一遍。不许搞女人。混蛋！去围着帐篷跑30圈，快点！是。小伙子们，上马，出发！是。好的，男爵，这就是你的部队。不错，小伙子们，为了女皇，啊！对不起，男爵，他们还都是些新兵。新兵，他们什么都不懂。哎，你们的汗呢？和监督官到阿斯特拉罕去了。哦，达什顿队长，这是我为娜塔莉亚请来的厨娘。娜塔莉亚在我们这里饮食还很不习惯。你叫什么？大人，我叫查勒米亚。查勒米亚，你的相貌好熟悉啊。是啊，我们见过。见过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小酒馆，你是？我是安德烈的女儿。
你父亲好吗？他怎么样？他被抓走了，一直都没有消息。他被抓走了？是的，在我们那里，沙皇下了征兵令，那些贵族们把所有的男人都抓了去，有的农民起来反对，可那些贵族们有沙皇政府的保护，一夜之间就把那些人强行带走了。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，就躲呀躲呀，一躲就是好几年。爸爸还是没有音讯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我的父亲不知道是上了战场还是……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？为了找他呀，为了找他，我找过许多地方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图尔扈特汗国。大人，我什么活都干过，请收下我吧。在你们这里，我还算安全。大士敦，交给你的事办妥了吗？韩，我已经办妥了。你是汗？你已经当上汗王了，图尔扈特的汗。是的，他是汗。汗，是我把他带来的。娜塔莉亚需要一个厨娘，她还不习惯喝我们的奶茶。汗，我是安德烈的女儿。安德烈？是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记得他。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了？哦，我的上帝，是你引领我来到这里。爸爸曾经告诉过我，他相信蒙古族人，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叫沃巴西。这些年来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沃巴西的英雄故事，可是我没想到，沃巴西就是您。汗，请收下我吧。汗，我们为俄罗斯选送的300名孩子，图尔扈特贵族们反对，建议汗国要送就送阿萨来，可直到现在，贵族里1名孩子也没有选出来。汗国变得越来越虚弱，百姓的心灵不堪一击，贵族们不愿意任人宰割，扎尔固要做出决断。我认为妈妈说的对，我们汗国不能眼睁睁的牺牲自己的300名子弟。汗，你拿主意吧。汗，利用您的智慧，让俄国人改变主意。汗，图尔扈特出征的准备完全就绪，但是贵族内部对扎尔固提出抗议。如果在初冬来临前，汗王仍举棋不定，扎尔固有权行使挽救汗国的决定。因为汗国现在被俄罗斯完全控制，俄罗斯想更换汗位易如反掌，何况汗王的合法继承人就在汗国。报，娜塔莉亚·尼古拉耶夫娜公主殿下，请见。汗，俄罗斯接贵族孩子的部队已经到达汗国。我们的2个乌鲁斯完成了军队的集结，足以对付驻扎在汗国周边的俄国军队。汗，东归了！你们的心愿我明白，可是我们一旦走上东归路，百姓们遭到俄罗斯军队的追击怎么办？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堵截他们才行，否则图尔扈特人将面临灭顶之灾，因为他们就驻防在我们身边。汗王不能交出孩子，
我们要东魏！就因为我们不送出300个贵族孩子，他们就利用女皇的南巡计划，在克里米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军队，可以甩掉破将军的军团。而河对岸的乌鲁斯无法越过伏尔加河，现在最大的危险是韩国内部的盲动。长生天还没有把最有力的天使降临在我们图尔扈特人身上。你们这些艾马克的首领，把自己的族人安顿好了吗？你们大家做好了远征的准备了吗？江后的考验是24万人的游牧征战，以及遥不可及的归途。在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们将面对的是无数次的突围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。可是时间太紧，我们已经不能做充分的准备了。要千方百计地争取时间。韩国的实力是顺利回归祖国的保证，否则我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更多的图尔扈特人会因为韩国的虚弱而死去。你看，多精美，多威风啊！这是将军，以后我长大了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这都是我指挥的军队，这是龙骑兵，这是枪骑兵，这个是……哎，你怎么不看呢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叫我说，一点儿不好看。你胡说，你什么都不懂。你才什么都不懂呢。要我说啊，还是这个好看。这是傅寒给我的，可是我不会玩，你教我行吗？你先说它好不好看，比你那些锡兵。傅寒说，这棋子里面包含着许多智慧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不好看。去玩你那些锡兵吧。妈妈，今年的气候为什么这么反常？伏尔加河到现在还没有封冻，对岸的和硕特部和杜尔布特部都无法过来，恐怕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了。是啊，原本是封冻的季节，可伏尔加河的河水照常流动，这是天意啊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所以我还是想再耐心地等待时间，哪怕把图尔扈特部最后2个乌鲁斯的军队集结起来，心里也能踏实一点。韩，您有权利决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避免300贵族的孩子走上不归之路，保证更多图尔扈特人的生命，这也是我东归之前的最后一次期待。有时候我觉得难以决断。妈妈，东归势必会付出牺牲，可如果准备不足的话，牺牲的代价就会更大，我都不敢去想象。韩，我能看得出来，韩后的身体状况也让您犹豫不决，您已经没有了退路。如果您犹豫不决，将可能丧失良机呀。韩，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您必须往前走，也只能往前走。烈马不能回头望。妈妈，我懂了。姐姐，你该吃药了啊！啊，你知道了？瞧你没头没脑的，我知道什么了？你那个阿萨赖啊，你不是在为他做衣服吗？做衣服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也是多余。
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穿上。你都说些什么呀？原来你还不知道啊！你今天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阿萨赖又怎么了？告诉我踪迹，你不该瞒着我的。姐姐，你可千万别难过呀！阿萨赖，他要走了。我不难过。好了，姐姐，你别做了。必须火速制止这些混乱，好像你卷入他们内部，却无法制止这些骚乱。他们为什么不安分？女皇非常震怒，她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。请禀告陛下，在近日，阿萨赖就可以回到俄国。之所以拖延，是因为他母亲病重。为了让韩国能够早日出兵，我只能等待。如果强行出兵，图尔扈特内部进入纷争，局面将更加难以控制。现在各个乌鲁斯都在集结，表面上看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大的调动。河南岸的百姓移居在了河北岸，这是沃巴西为了便于集中精锐军团去参战。这是扎尔固的决定，他们的贵族踊跃送来贵族孩子，希望成为女皇的教子。毕竟皇宫的贵族生活是孩子们梦寐以求的生活，倒是俄罗斯护送的战争装备被我们中间的管辖地给克扣掉了。沃巴西为了在女皇新的战争中显赫，还不惜让贵族们放弃了珠宝财物。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换来武器。这样的捐献只是为了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俄罗斯。我目前的处境没有什么变化，行动是自由的，没有受到任何限制。我将向陛下如实的禀告您说的这些情况。谢谢。哦，是你，韩王。请。您这刚才有人？他现在走了。我知道您会来的，娜塔莉亚。我很容易再一次的扣押你，因为韩国进入了陌生人。我相信你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和俄罗斯是一致的。俄罗斯的信使看到的会真实的反映给女皇陛下。你看到了，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做准备。贵族的孩子们已送来半数，还有半数人在路上。这正像你说的，这是图尔扈特人从没有过的集结。自我执政以来，第一次组建了强大的蒙古军团。我们要开进的目的地叫傲慢的波江锦吃惊。你我都很清楚。我在等待伏尔加河的风动。对岸的军队需要集结，百姓需要从下营盘导入东营盘。百姓的生活需要先安定下来。这就是我等待的原因。我知道你不忍心丢下央金，所以在等待时机。沃巴西，你想让阿萨赖留在他母亲身边。你的仁慈叫你的扎尔固统领们举棋不定。图尔扈特的混乱是任何一个人都看得见的。表面上看，正像你说的，是牧人们在倒场，牧人们在安居。可我觉得不是。可我看到的是他们在过节，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，人们杀掉了大牲畜，
这是一种储备，是远行的计划。我说对了吗，韩王？你错了。图尔扈特人的节日到了，就像你们的节日一样，这是百年不遇的庆典。族人们当然高兴了。在我们图尔扈特人的节日里，要储备下一年的食物。当然，阿萨赖要和贵族的300名子弟一同远行。一些对韩国不利的传言，已经毫无保留地进入了女皇陛下的耳朵里。这就是他为什么提前带走阿萨莱的原因。他相信吗？这您应该清楚，他宁愿相信。陛下带走阿萨莱有2个目的：一，考验韩国对他的忠诚；二，万一传言是事实，他将毫不犹豫地惩罚为首的叛逆者，然后他将用阿萨莱来控制韩国的局势。他已经让图尔扈特人认识了他们的王子，同时也为他登上汗位提供了法理依据。图尔扈特贵族们的激情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，所以女皇陛下开始相信那些传言了。俄国人准备怎么处置图尔扈特人？陛下命令您10天之内奔赴土耳其战场，同时将300个孩子送往彼得堡。再培养出300个阿萨赖，女皇就拥有301个图尔扈特的人质了。这正是女皇需要的结果。波将军公爵的俄罗斯军团正在返回图尔扈特汗国边境的途中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当着贵族们的面宣布女皇的命令？为了便于您控制韩国的局势。可是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尊贵的韩王。可我需要的恰恰是时间。你马上给女皇复信，我接受她提出的所有要求，请她在时间上给我留出余地，当然得找出足够的理由。娜塔莉亚，你亲自带着阿萨赖返回俄罗斯去过你们的圣诞节。我的军团这里每时每刻都等着迎接战争的来临。打理你的行装，回家吧。你是想把我当傻瓜一样蒙在鼓里，还是怀疑我的能力，我尊贵的沃巴西汗？啊！你是女皇派到图尔扈特汗国的督察官，应该代表女皇的利益。如果我和女皇是天平的两端，你把砝码放在我的这一端，你应该知道违抗命令的严重后果是什么。他们母子，我还有17万图尔扈特百姓，韩国的利益为重。请别问我为什么，我只是被你的平静。图尔扈特人骨头是硬的，走吧，带好阿萨赖，他还小。请你给我时间考虑。我命令你走。这是女皇的命令，你不能违抗。